再过2分钟，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心，准备我们的礼拜。那待会可以麻烦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将手机可以关成静音或是飞行模式，让我们待会的礼拜能够顺利进行。谢谢兄姐的配合。弟兄姐妹们，大家代降节快乐！感谢主哈，让我们很快要迎接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圣诞节。那今天呢，是在我们代降节的第几主日呢？第3、第1、第2、第3。你这3个礼拜都有来吗？有哈，哇，这真的是一个遵守在主的圣日当中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点燃我们的代降节的蜡烛。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为我们点燃蜡烛。好，我们现在呢，眼睛投射在这里。代降节的第1主日呢，它代表的就是一个盼望。再来呢，它是一个和平。第3根，今天呢应该是点燃到第3根，带来了喜乐。然后呢，再来第4个主日呢，带来了爱。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了爱。再来是中间这一根白色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为这世界带来了光。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节期当中代降节点燃蜡烛的意义。所以每一根点燃的蜡烛对我们都是带来启示的。阿们吗？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你预备好要来敬拜赞美神了吗？阿们哈！牧师邀请我们双手举起，我们要来邀请圣灵来造访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跟着牧师一起来。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是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在里面所有的愁烦压力都完全的挪开。因为来到主圣殿的你，就是与神亲近，并且神要把他那最美的恩典赏赐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赞美的灵，把那个敬拜的灵，喜乐的灵都要安置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要用神的话使徒信经，我们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不仅是代降节的第3主日，也是我们教会培育学校的第17届的毕业典礼。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全然的敬拜他，也迎接着新的生力军在我们教会里面要与我们一起同工。我们要喊3次的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要来大声的赞美神。预备好了没有？3声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热情，还有我们的喜乐，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Amen 吗 ？Amen。我们再次转向旁边人，跟他说：我们一起喜乐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拍手。
边跟他讲说：“你跳舞真的好好看。”跳舞真的好好看。感谢主。那么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神，神就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勇气突破一切。阿们吗？阿们。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我用舞蹈来赞美神。的力量，真的是我的力量，真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可以一起来唱，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是我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我们一起来拍手，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再次用掌声归荣耀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转向旁边人，跟他说：“你是讨神喜悦的敬拜者。你是讨神喜悦的敬拜者。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每次我们在敬拜、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圣灵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今天，神也要再次的来触摸我们，让我们透过诗歌，我们再一次去经历到与圣灵的同在，并且神要恢复我们，要医治我们。危难临到，我信靠你，
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允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允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我们大声信心的来宣告，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每个夜，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我们高举双手，信心来宣告，每个夜，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允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我们极大的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他。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坚固的磐石，阿们吗？从过去、今日一直到未来，他是真实的，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已经介入在我们生命里面，
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何等蒙恩的人，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降生，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里面，因此把这个爱，把这个真光带给我们。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圣诞节庆的庆典，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这真光，需要这爱。我们这个时候要来 RPG 的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引领更多我们的家人。请一定要把你的家人摆在第一位。当你得救了，你的家人不需要得救吗？他们更需要。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亲友来祷告，我们来一个人找一个人 RPG 来祷告。神的灵大大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我们为下个礼拜我们的圣诞节庆，许许多多的新朋友，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的灵大大浇灌充满，哈利路亚。我们有为 RPG 的带不会的人来帮助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爱，是主，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他们心里面正在寻找这位真神。主啊，我们在圣诞的庆典，你大大的要施恩，主啊，让我们这些的亲友，我们的辈的朋友，主啊，他们要被感动，不要大声的、勇敢的、充满信心的来邀请他们进到我们的圣诞节庆。
是那全能的神，并且你用你的全心全意敬拜了他。你大声的热烈掌声归给这一位你所信任的这位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是属耶稣基督的，然后那福气在我们的身上。阿们。你觉得你在今天你的敬拜，你觉得非常满足的，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的敬拜非常喜乐，我的敬拜非常喜乐。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尊荣文化是请坐。这时我们要来一起读圣经。圣经记载在列王纪上19章3到10节。列王纪上19章3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现在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看哪，有一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看哪，头旁有烧热的石头、烤的饼和一壶水，他就吃了喝了，又再躺下。耶和华的使者回来，第2次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在洞中过夜。看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秋坛献祭烧香。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最棒的帮助。这时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本堂的周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跟隔壁说，跟你一起敬拜，充满了喜乐。对，那我们举起我们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已经到了年底了哈，12月中了，所以我们2年读经计划已经来到列王纪上第12到20章。今天牧师也就透过这段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我相信今天透过神的话语，是我们回想过去，也展望着未来的时候，我们更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阿们。好，我把 OK 好，那记得哦，所抄圣经的经文有没有努力了？牧师也有努力哦哈。这是上礼拜的第49周的哈。那牧师的习惯就是那一段的经文有感动，我就把它用我宣告我们导读的方式，对不对？我宣告，我做宣告这样的一个学习，更确信我所读的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我们已经到第50周了，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把它完成，好不好？你跟隔壁说，努力一点可以完成的，来。并且我们在年底以后我们会收起了大家完整的这些手抄的圣经的资料，我们要把我们编辑成册，那会是第几本了？
第3本哇，第3本哦，努力一点哦哈，第3本哦，很棒的哈。那我们如果你今年有落掉，觉得已经救不回来的话，那你要立定在1月1号开始，还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好不好？因为我们2年读一次嘛，对不对？所以在下半年开始，我们还是可以来努力的。下个不是第2年了，第2年开始，我们还是可以努力哦。那后年如果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再补回来哈，这个是我们导读经文很棒的一个过程，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我们看今天牧师就用列王纪上第19章3到10节这个经文为题哈，为主题，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好，列王纪可以让我们看见，这大概是在主前1000到600年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历史的记述哈。那透过历史的记载，可以让我们了解以色列神祝福拣选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建立起国家以后，后来分裂了，从由北以色列、南犹大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过程里面，最主要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弃了敬奉耶和华的道路，所以他们面对的就是极大的困境干扰着他们，以至于他们在困苦当中又会回来寻找神，求神帮助。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历史事件，让我们可以来了解。虽然我们读的是好像看见的都是以色列北国南国这些的朝代，不同的朝代的一个总结，但是我们却看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彰显历史的主宰，他怎么样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过程里面，他怎样按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也按着他所应许的，他百姓虽然背离他，他还是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拉回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从这些历史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只是在记载以色列王朝或者犹大王朝的这些国王的故事，更重要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神的代言人先知，他们怎样被神所兴起，在他们的时代成为神的代言人，来传达神要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他有这个角色，也行使这个使命。我们在整个列王纪里面可以看见，所以从这里我们来了解，透过列王纪把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历史记录下来以后，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神学的注解在这其中，所以我们也称它为是神圣的历史书，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在这其中，透过人的顺服，也透过人的悖逆，再次看到神他的慈爱跟的怜悯，更看到神是公义的神。阿们。这是我们在历史里面可以看到的哈。所以我们整个在列王纪就看见大卫，神怎么应许他有一个永远王朝的应许，而且神喜悦所罗门所祷告的，赐给他智慧，是超越万人的智慧，所以神给他富足丰盛，这是我们也了解。但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先知，我们更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这师徒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好，从整个列王纪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了解最后南北朝为什么北以色列比较早被灭亡呢？南犹大被神所保守的又比较晚一点，都有它的重要的关键在这其中，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很特别。因为北以色列当中，我们看没有一个圣经记载他是好王的，没有。但是南犹大就有七位王，神有这样有记载哦，以他们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来结于他们的整个的王朝的历史。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这不断的这些王朝不断的被建立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就是大卫王。
好，大卫王，虽然大卫王也是有犯错，对不对？但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除了犯那一个错误，后来悔改被神所悦纳，也惩罚他以外，圣经说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背离神的，全然都是讨神的喜悦，来成就神在他手中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了解，让上帝喜悦就是做大事。阿们。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这个王多厉害，不是，看他是不是顺服神。如果顺服神，他就是做大事。所以我们跟隔壁说，让上帝喜悦就是做大事。来，让上帝喜悦就是做大事。是的，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是提到先知以利亚怎么样，他的整个生命的高潮低谷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来面对这大环境的挑战，而又神怎么样做他的最好的膀臂来扶持他，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哈。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问隔壁，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如果今天早上你要出门的时候，隔壁的人说：“哦啊，你今天穿那么漂亮，去哪里？”没有啊？啊？有没有人会说没有啦，我就是去走一走而已啦？哎呀，有没有这样的？或者说不理人家，管你的，问什么？对，你在这里做什么？对，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清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话，礼拜结束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下：我在这里做了什么？有了什么？得着什么？你的目的达到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好，你今天要去一个大卖场，然后进去以后，你发现，我今天要买什么？逛一逛，又走回去，回到家说没给这里啦，一堆都没买，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情况？那你会怎么办？手机对不对 ？key in 一下，对不对？去到那里至少要翻起来看，对不对？对啊，一样哦。你既然来到这里了，隔壁已经问你了，你在这里做什么？礼拜结束以后，对自己再问一下：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有拿到我期待的目的没有？这非常关键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不是吗？让我们珍惜生命，更懂得最好的选择。你跟隔壁说：我选择了最好的礼物。对，哇！我们今年的圣诞节的主题叫什么？不是对，穿越时空的礼物。赶快看答案，对不对？穿越时空的礼物是穿越时空的，是穿越时空。你有领受这礼物吗？有没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好，这个穿越时空不是30年前的旧车子不是物质上的，真的是知道这是跟我们生命、跟我们的世代都有极大的连结的。神把这礼物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阿们。我们信靠他，就必然得救。我们从这段经文，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考，在服事或者你工作后承受负面压力的，我们有时候常说，如果成为习惯的话，我们会说那是一个症候群，有没有？有没有礼拜一上班的症候群？有，对不对？礼拜一要上班礼拜一，礼拜五呢，我就火起来了，哇年初的时候呢，哇，眼睛瞪得好大期待，对不对？到那个不是月初的时候了，月尾的时候呢，对不对？对，这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症候群，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看以利亚，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毛病但是他怎么样得着神的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跟巴力的这些先知斗法，对不对？神就应允来接纳他所
献的所有的燔祭哈，从天有火降下来把它烧了哈。那巴力的这些先知呢，以利亚先让他们，对不对？以利亚说：“来，你们先来，从早上开始哈，450位，哇，大张旗鼓的，对不对？他们就相信他们的神一定可以把他们预备的都能够用降火来烧，对不对？以利亚在说：较大声嘞啦哈，跳较大力嘞，有没有？收细了，你的神听不到啦，有没有？哇，真的很好玩哈。但是我们看神悦纳以利亚，并且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烧掉了这些祭物以外，也杀了这些450位的假先知啊。其实，在耶洗别啊，他不只是敬奉巴力的，还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女神的先知也有。所以你看，在耶洗别这个皇后，她是外族的，把他们的神明带到神所祝福的这个迦南美地以后，所带出的那个污染真的是让整个国家陷入到危险当中。但是他还以为他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真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呢，王后她没有到加密山去哦。但是亚哈王回来告诉他这个过程以后，他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他花了那么多钱养那么多的祭司，不是吗？都是在供奉他的神明的而且以利亚又怎么样藐视他的神明？跳大力一点喊大声一点上你的神明巴力在睡觉，有没有？对耶洗别来讲，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被污蔑，不是吗？所以他就发毒誓，一定要杀死以利亚。若不然的话，他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呢。”哇，你可以去体会吗？在加密山上，那大有信心勇气的先知，在这个时候，整个好像他的信仰、他的信心都被瓦解了，所以他只有怎么样？往南逃走，往南下，因为他是在北以色列的境内，神选召他当先知哦。他面对皇后的要追杀他，他只好离开他的国境，往南下到犹大国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的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牧师把这样的一个地图让我们来了解哈。OK， 好，有进步了，第一场就把我整个干掉哈。谢谢你啊。我依然还是帅，谢谢。我们看加密山有没有在上面的地方哈？加密山这是以利亚战胜的地方，神战胜的地方。然后那一件事情，加密山事情以后，亚哈王他坐着他的马车要回到耶斯列，对不对？圣经记载神给他的仆人也有神力。他竟然可以跟马车同步进行，同时间回到耶斯列哈，而这也是神迹，不是吗？到耶斯列的地方，然后他在耶斯列听见王后要追杀他，他一路往下跑有没有？跑到哪里？跑到别是巴的地方这一路有多久？多远？150公里150公里，哇，超厉害！一天可以有跑那么快吗？不是这里有5天，他大概跑5天的时间。然后呢，到别是巴，他把他的仆人放在那里，因为他要走一条回到他信仰的原本的根基里面去寻索。所以圣经就记载，他就在从别是巴再走了1天的路程。哇，在别是巴这里，他走了1天的路程，他就是往西乃山的路程那他看见了一棵树，叫做罗藤树。我们说罗藤树，来，对，罗藤树。但是这一棵不是罗藤树我找不到罗藤树的树它就在这里，怎么样？
在树下躺下来就睡着了。很特别哦，他这样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看见，他往西乃山在跑呢。他往西乃山在跑。西乃山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吗？就是什么？神呼召摩西，选召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并且回到这里的时候，与他们立约，有没有？10诫就在这里，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地方。哇，我们看先知回到这里，所以他回到在这个罗藤树下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好像快没了，所以他宁可死在神的手中。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到绝望、最绝望的时候，他心里好像已经觉得他没办法再走下去了，他求死的这样的一个心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对不对？对，你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你应该要有同伴可以陪伴着你。那你也要了解，你这负面的情绪来，一定不是神给你的，一定是从恶者来的。他搅扰你，让你的心怎么样？离弃了神，掩面不见神，不听神的声音。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找一个属灵的同伴，你要跟他说：“我有负面情绪时，请多陪我，谢谢。”可以吗？你跟隔壁说这句好不好？我有负面情绪。对他答应吗？他有答应吗？有没有答应？你需要有，你真的需要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潘牧师常常做陪伴的工作，有时候不用很多话，但是在陪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光照进来以后，让我们的心就可以豁然开朗，了解我还是要紧抓住神。这些负面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我，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若不然的话，很多人就去撞墙了，不是吗？很多人就放弃了，很多人就好了，就当街友好了，那与世无争，不是吗？不，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当我们再重新回头看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神对你是不离不弃的，阿们。所以我们看先知以利亚，他在那里睡着了，不是饿了吗？又紧张又失望，哇，睡着了。天使拍他的肩膀说：“起来，起来吃吧。”哇，头一看，他的头的旁边有什么？有烧饼，有凉水，那好不好？哇，太好了哈！吃饱了，喝足了，又怎么样？又睡了。真的，他是累了，对不对？你有吃饱喝足，马上又睡吗？那就是很累嘛，就是很累。第二次，哇，天使又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就再吃了这一顿，到底是吃什么牛排，我就不晓得哈。怎么那么有力道，能够顶住40昼夜，能够走到神的山西乃山，我们也称为何烈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神对他的仆人就是不离不弃的，神对你我也是一样。不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身体的健康，或者你的服事有那个负面所带来的那个症候群的时候，你不要忘了，神永远与你同在，神早就为你所预备好了。你要相信，我可以化这些压力为祝福，阿们。如果有人可以把压力化为祝福的话，那他还有什么不能顶的？但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却是可以这样哦。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可以来宣告，好不好？我们可以将压力转为祝福，来，可以
阿门，阿门，感谢主，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更美的一个果实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静下心来，我们怎么样明白神他掌权这一切。当我们更看见、更明白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敬拜他，他宝座设立在这里，不是他就是在这里吗？我们祷告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吗？当我们敬拜、赞美他、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更深信我们的神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就是乐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享受他同在的喜乐跟能力，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当以利亚走到一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哇，那神就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哇，以利亚就把里面的苦情都向神来说出来。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很特别哦。以利亚跟神在诉说他里面的苦情，他有说到王跟王后吗？好像没有呢。但是他里面他诉说出来的，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非常孤单的，对不对？他是极其的孤单，因为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神真的让他剩下一个人吗？如果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他是7001的那个人，对不对？哇，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所以神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苦，来回应他的诉苦没有，神却要以利亚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就这样描述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烈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很特别哦。神怎么样彰显他自己？哇，山崩地裂，只是在表达他的威严、他的全能、他的能力。而他与人同在的时候是怎么样？用细微的声音呢？哇，很棒哦！如果神跟我们讲话，就像地震一样，或者像那个打雷一样，那我们早就死了，不是吗？神体恤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用细微的声音跟我们说话。这是非常特别的。那细微的声音怎么样可以听到？唯有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打开你的耳朵去听。好，看我，你们有听到什么的声音？外在的，我说外在的，不是属灵的。什么声音？有没有风的声音、冷气的声音，对不对？非常清楚，对不对？如果现在在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好像很特别哦。神让我们静下心来，耳朵就打开，我们的五官其他的闭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耳朵的五官就被打开呢。那属灵的部分是不是也这样？属灵的部分也是这样，这非常的特别哈。所以静下听来，聆听神微声细语，这是你我成为神百姓的人应该要学习的。阿们。好，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感谢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神不知道他在那里吗？神知道啊，神也知道他来这里要做什么，不是吗？神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他要特别提醒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要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来评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甚至跟巴力的关系？我们把巴力放在哪里？
还是把神放在哪里？把自己定义为什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神透过这样提醒你，孩子啊，你在这里做什么？让我们重新安静下来思考。所以愿神在帮助我们。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神在寻找那背逆他的亚当，对不对？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天起了凉风，我早上感受到，为什么神创造的伊甸园里面会天起凉风？那不是神创造，为什么会有凉风会让人家感冒，不是吗？因为怎么样？有人背逆了神，连环境都怎么样变化了？早上我的感受，我的感动，是的。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难道神不知道亚当那时候的状况吗？为什么神说：“孩子啊，你在哪里？”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神常用细微的声音，也会告诉你你现在在哪里，你在这里做什么，还给我们有一个反省的时刻。愿神帮助我们，可以更多浸泡在圣灵里面，用圣灵的耳朵来聆听神细微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可以确信：哇，神同在，神掌权，神有应许，你就可以继续怎么样，勇往直前了。阿们。是的，这就是我们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对不对？我看先知这么大的先知都有软弱了，那我有没有软弱？我必然也有软弱。对，我是神的仆人，但我也知道我有软弱，但是我可以学习以利亚，虽然在好像无助当中，不要忘了，神还是会供应，神还是会陪伴，神还是会提醒，让我们知道回到这里就是真路。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今天是第17届的领袖培育学校的毕业生在这里，他们早上来就做得非常的挺直拍照，有没有？还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夹在这个帽子上的，有没有？表达就是说，他们非常尊重他们所过去1年半来所学习的，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他们可以聆听神的声音，所以他们的笔记在外面，对不对？灵修笔记，我们去翻就知道，他们领受意象就把它画起来，是不是越画越漂亮，越画越厉害，对不对？对，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操练的哦。所以你还没有毕业的，有没有？有，还没有毕业的，还没有经历过的，一定要赶快进来咯。今天可以报名了，对不对？好，我们报名单出来了哦，这是很棒的一个时刻。操练既可以浸泡在圣灵里面，操练怎么样在隐秘处能够单独会神。阿们。你跟隔壁说，要浸泡在圣灵里，在隐秘处单独会神。来，是的，这是我们最棒的哦，让我们能够在被圣灵的保护在隐秘处的时候就被保护了，我们就安全了。任何的大风大雨，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同在的彰显，但是神会用细语，轻声细语会跟我们对话，真的是太棒了哈。马丁路德他也说，即使圣洁的人，在他的肉体内仍存在着撒旦的邪恶，只不过他选择不去跟从他罢了。阿们，非常的重要。好，即便在圣洁的人，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有撒旦的邪恶的一面，因为我们都是带着罪出生的，那原罪还是在影响我们，我们还是生活在这空中掌权者的这恶的世界里面哦。好，所以只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怎么去选择？好，我用个例子最简单的，手机，你要看什么都有，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对不对？而你是选择了什么，就决定你的心被什么所影响，非常重要。好，你选择的就会跟你的心所向是一样的，那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选择
都合神的心意，这是非常的。所以在彼得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8节。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警醒？要谨守我们的言行，让神喜悦，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从以利亚的经历里面，我们就知道，即便我们身处在危难当中、失望、甚至绝望的处境里面，我们都要确信，上帝早已经执行了拯救的计划。要不要相信这个？对，你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像一个人在茫茫的大海，落在海里面，他只要知道那个救护的直升机已经起飞了，他就有盼望，对不对？对，这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先知他就亲历告诉我们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们。是的，圣灵不断的与我们的同在，所以要时时刻刻的打开你的属灵耳朵，你会听到圣灵的提醒，孩子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学习彼得，对不对？说什么？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在你最危难或者病弱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呼喊。这是再一次的回头来定焦于我们的基督跟他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你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来试看看呢。你跟隔壁问说：“孩子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要回答：“主啊，救我！”然后角色兑换，来，预备，来。对，上面的是神对你的提醒，对不对？后面的是一个坚强信心的人的回应。阿们。好，孩子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标准答案，感谢主啊！哇，你们很会配合呢。第一场的人反应比较慢一点呢。哇，超厉害的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能够更多的领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0节。我们来宣读哦，我宣告，来，我宣告，我或向左或向右，我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我要行在其间。”阿们，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能够领受更多聆听神的声音。如果你还要继续操练，你就来我们的培育学校。阿们。你跟隔壁说，你一定要培育学校毕业。对对对，你在信仰上就可以不断的被提升了。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想我们神带领我们走过的。我生命曾经享受一切所有，我人生经历过的每个时光，坚强一点，来。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太阳早晨升起，黄昏又落下，春天花的清香，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的，
呼吸的生命怀抱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来到主宝座前敬拜赞美他。我能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主，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你。因为当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切种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对于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感谢你。为着如此，我们往前要迈进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我们更多可以安静来聆听你的声音，明白主你的心意，而醒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福分，我们必然可以得着。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的贴近于你，了解你，明白你的心意。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先来举行我们的第17届毕业我们领袖培育班的毕业典礼。好，那首先我们请我们的名家开始来唱名。好，我们要来进行第17届的培育学校毕业热烈典礼，掌声，请大家热烈掌声。我们的毕业生有陈建宏、方敬孝、刘宝丹、汤美惠、杜玉梅、金坤明。好，感谢主，让我们这6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经过1年半的时间，从我们的成长班、门徒班一直到领袖班，这是一个新兵训练的期间。所以呢，这个毕业之后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战场，在永光教会里边，跟我们一起服侍，然后呢，被提升为同工，成为铁三角。所以呢，这是神在他们的里面给他们一个非常棒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请毕业生致答词。好，来，好，我们往中间，往中间。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第17届领袖培育学校的毕业生昆明。今天很荣幸能代表所有的毕业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要向这1年半陪伴我们的牧师、讲师以及班导师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教导，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教导跟鼓励，我们可以建造我们的灵命，
使我们可以被整全、被更新。在进入领袖培育学校之前，我是个在岁末年初就习惯数算过去的人，但我数算的不是恩典，而是不足跟焦虑。这样的状态让我非常的疲惫，也影响了体谅我、支持我、爱我的家人。感谢主为我预备了属灵的家永光教会，也为我预备了秀菊小组，我的小家，我的小组长温柔鼓励的陪伴，让我在生命的低谷中重新得力。我的副小组长玉清姐真诚敞开的生命见证，让我看见神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动工，也让我更愿意依靠神。当我看到培育学校的招生讯息时，圣灵一次一次的触摸我的心，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邀请。果真，神借着培育学校，让我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是个又真又活的神。在成长班，我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是何等的尊贵。在门徒班，神开始修剪我，让我学会了顺服。在领袖班，我渐渐明白，原来被建造是为了学习去建造别人。因此，我想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培育课程，我鼓励你踏出第一步。这不是一门学习知识的课程，而是一段重新认识神、重新认识自己的一段旅程，也是一段经历被医治、被建造、被呼召的一段旅程。若你还没有完成，也请不要灰心，因为神不会看我们停下的时刻，而是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继续前进。他的恩典永远敞开，只要我们愿意，他必加添力量跟时间。愿我们都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也经历他超乎所求所想的作为。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装备中扎根，在服事中喜乐，在生命中经历他奇妙的作为。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阿们，阿们。感谢主，透过这样子的在永光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培育学校，来精炼我们，也让我们被重建、被修剪、被更新。感谢主。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颁发证书，还有拨穗。好，那首先呢，我们请第一位。好，我们这一位是陈建宏，自豪小组的陈建宏。来，建宏，来，牧师要来为我是来面向牧师，好，面向侧身。第一次嘛，不习惯哈。呀，建宏信主大概1年多的时间。去年12月，那今年刚好满1年，他已经领袖班毕业了。哎，你跳级哦！感谢主，他有很棒的见证。之后呢，牧师都要来安排他们的见证哈。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布置都是他布置的，所以呢，他是布置达人。以后你们都可以叫他万事通。好，万事通。接下来是我们的方敬孝弟兄。哇，敬孝呢是人邦的爸爸，所以人邦呢是敬孝的学长，是吗？再一次的恭喜我们的敬孝兄。70岁而已啦，70岁以下的，当然你一定要来报名了哈。是，所以呢，他在生命里面也跟这一班的分享也非常的棒，分享他的经历。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敬孝哥，耶！接下来我们恭喜我们的
宝丹，宝丹来，他是国宾长老的小组哈，国宾小组。来，我们来颁发证书给刘宝丹，恭喜宝丹。77岁，他呢要报名的时候，他说：“牧师啊，我这老哦，读无呢啊，然后你来读了，你读有无？”我感谢主，对啊，我更认识真理，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你。最棒，他没有放弃他自己。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热烈给我们宝丹姐。永光人都是这种精神的哦，哈。所以如果你是77岁以下的，一定要来报名哦。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唐美惠，恭喜美惠。好，接下来我们来赠送证书，我们的唐美惠。美惠呢，在一次上课的时候要来上课，然后呢，她就从那个麦当劳那边就穿越马路，然后被车子撞到了。被车子撞到了之后呢，就晕倒了，是不是？撞击下去。可是我觉得我蛮感谢主的，因为他那个撞击的当下，因为我是要来上课，我后面满满的都是圣灵的书，所以我倒下去时候，我 OK， 我没事。而且我1周后就回来上课了，因为我宣告说我1周后要回来上课，我真的回来上课了。感谢主。他在被撞的时候向后仰，然后后面背了什么？全部都是培育学校的课本，就顶住他了，就救了他。感谢主！你看，这又是一个神迹哈呀！恭喜美惠是丽娜小组，对不对？哇，丽娜小组造就很多人才呀。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玉梅桂林小组。尖叫声再大一点！哇，我们恭喜杜玉梅在领袖班毕业。在玉梅，她身上有很多的见证，从过去她不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来到教会之后，她的生命不断的，好像那个洋葱被一层一层的剥掉一样，他的生命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所以你现在看见的是完全新的玉梅，喜乐的玉梅。阿们。好，再说一次，要来上课，培育课程。阿们吗？一定要来。接下来我们恭喜金昆明，昆明，哇，昆明是秀菊小组。来了呀！接下来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好，毕业证书，我们的金昆明。我们的昆明呢，他是护校的老师，所以呢，他在上课培育学校的这期间。其实呢，他自己的身体也有一些状况，但是他透过培育学校，他兼顾他的信心，所以即便他的膝盖很不舒服，因为他都要带着学生，带着他们实习，所以他的膝盖是受伤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的膝盖受伤，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不要去上课了，没有，他越来上课，因此神就医治他，并且让他信心刚强起来。我们恭喜我们的昆明，他是秀菊小组的，而且秀菊小组他跟牧师说，他看到他的组长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以自己起来，然后我可以成为他的同工吗？我说太棒了，因为你已经领袖班了，所以为神打仗是要自己出来主动的，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自愿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也甘心乐意自愿
为神来服侍，阿们吗？我们恭喜我们的昆明。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班导师啊，还有我们的小组长，他们要来献花，耶！感谢主哈！哇！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小组长常常都这样陪伴他们，哇！感谢主。好，那我们呢？我们的班导师，我们也请进来我们的班导师。他们3个班呢，从成长班、门徒班到领袖班，都有班导师在陪伴他们。好，所以他们真的很幸福哈。好，我们往下一下来，往下一层。好，我们成长班的班导师，来，我们站在一起好了。门徒班的班导师，好，领袖班的班导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班导师，他们上课已经都经过好几年，但是呢，每一次上课都每一堂课陪伴他们，所以班导师给我们学员也领受到很多很美的榜样跟见证哈。所以呢，这一班的学员们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又增加了这些新力军，所以他们马上要进入到服事的合场。是好，我们现在要来拍照，好 ，OK， 来，我们一起问。导师有没有被挡到 ？OK 吗？好，可以哈。好，来，我们来看前面咯。好，来，我看我们的思良帅哥，耶！好，动态的吗？好，可以拍一个动态的。我们毕业了，哇！真的是万事通，万事通。还有再一次吗？没有了。哎呀！牧师呢看到他们的那个结业的心得哈，他们都要写报告，哇，那个非常非常的触动，所以这是灵性的学校。牧师说他们呢现在领袖班毕业了，就如同是宣教的博士一样了，开始打仗，而且稳当是战胜的哦，你知道吗？我们的属灵的仗一定是胜利的，阿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领袖班，谢谢我们的班导师。好，来，好，我们请回座。我们给这些班导师掌声一下。牧师呢也会在安排，因为呢他们现在都成为班导师，也成为讲师，所以呢他们连续2年哦，每一堂课都陪着他们。所以牧师呢我们也会在增加，然后呢牧师也会先挑选一些新的班导师，也成为他们的榜样来陪伴他们哈。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与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
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报告，请牧师。感谢主哈，让我们今天参与在我们的领袖班的毕业的学员里面我们在周报里面也看到这一章，就是我们明年度的生命更新营是，所以呢你的心有被圣灵感动。如果你还没有上过课，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上的灵性学校。好，所以还没有上过的，那你呢赶快来报名，来完成我们的灵性学校的这个装备的过程。好，当然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同工，你已经在线上在服侍的，就是说你已经是都在服侍的铁三角同工。你已经可能毕业了3、4年了，那你可以随时回流随时回流，因为神的话是新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听的时候都是新的领受，新的玛纳好，所以欢迎我们同工。好，那我们现在呢这是什么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上个礼拜6，他们的圣诞 party， 然后现在呢是我们的儿童的圣诞 party 正在楼上在举行我们看到青少年呢他们在节目的设计上非常的活泼，适合我们的年轻人是，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你有认识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加。亲子礼拜呢也在楼上进行，他们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的扮演。我们欢迎我们的亲子的礼拜的这些的角色，我们来拍掌，欢迎我们的校长带队，哇，每一个都不一样的角色，哇，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天到底玩了什么圣诞 party 呢？今天我们是超能力圣诞超能特工队那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有超级的赞美力，所以小朋友呢他们要诗歌接唱比赛，然后我们还有神速力，就是他们要比赛那个速度的跑步的，还有呢我们那个万事通提供我们非常棒的眼明手快的道具，欢迎大家一起租借那我们呢这个就是训练反应力，对，因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要眼明手快，看到谁就把他抓住，说上帝爱你，对，所以我们就训练小朋友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拯救力，好，拯救套圈圈，然后拯救这些可爱的小鹅这样子，对，那我们要拯救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绝对都置入我们的
圣经的内容没有问题的，对，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一排超人一起来当关主。哇！我们看到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一样哈。校长，你是什么角色呢？我昨天才知道，我这个叫那个罗宾，我是那个不是蝙蝠侠的助理，蝙蝠侠的助理，他非常有爱心，然后愿意呢帮助别人。哇，这个角色呢？我是绿箭侠，射箭的。好，再来，好，我是航海王的索隆。索隆，哎，这一位你们猜，他是谁？啊，来，自己说。我是蜘蛛人。蜘蛛人。我是惊奇队长。惊奇队长耶。我是小魔女哆瑞咪。我是鹅将军。鹅将军啊。我是女雷神。哇，女雷神。哇，我是他们的妈妈 ，Super 妈妈。你一定要把你的小孩、把你的青少年带到教会，因为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是陪伴他们智慧成长，并且有属灵的内涵在那里面。他们对家里面的帮助会很大，他们会很尊荣父母亲，他们也会成为社会的栋梁。阿们吗？我们看到这一群超级可爱，所以等一下你们不要换装，我们礼拜结束的时候，希望可以跟你们拍照。好，他们要跟我们。快乐！耶！那他们呢要先飞回去了，因为他们还有一群小孩，他们要去服侍。好，那欢迎他们了，好，谢谢他们。感谢主哈啊！所以楼上现在非常的嗨，明天换我们的乐龄营哦，明天早上9点半。所以呢，你是50岁以上的都可以来参加。好，那我们来关心我们的事工一下。好，这个我们跳过去，来，接下来。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天呢，我们呢也组了羽毛球队，而这羽毛球队呢，为的就是要让 Best 透过羽毛球，然后我们认识他们，然后他们也能够进到永光教会来认识主哈。好，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多的一群爱运动的人。好。我们最新出炉的新人夫妻啊，是我们修王长老还有我们的银安他们的儿子周颖哦，然后呢，他的新婚妻子呢是高雄的李云子哈，那他们呢在这一次的婚礼当中非常的顺利哈，也非常的荣耀神。好，有来吗？周颖有来吗？周颖的太太周太太云子有来吗？哇，我们欢迎他们，掌声再热烈一点哇！还有银安是带着他的媳妇哈，上帝也要祝福在云子的身上，感谢主哈，让他也认识了主。好，请坐。他们在高雄，住在高雄哈，所以昨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然后出工出力这样子，帮他们完成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婚礼，所以呢，他们是要蒙神祝福的哈，很漂亮哈，昨天都非常的让人感动，好，那接下来，好，下个礼拜10点圣诞庆典，我们说10点圣诞庆典来，10点。好，下个礼拜，所以只有1场的礼拜，9点半开始入场。你也要早一点哦，9点半。那你如果9点半你没有开始入场的话，那人太多，你可能就要分到第4楼，好，4楼。那9点半之前呢，我们里面都是在做彩排，所以我们也会做清场哦哈。所以不要9点就在这边占位置了哈，9点半开始入场。好，恭喜我们的第17届的领袖培育班的同学哈，他们今天在。大家的见证里面，他们要服侍神，成为神的器皿。好，那等一下呢，有我们所有全体跟成长班、还有门徒班学员以及班导师的一个分享参会哈。好，接着，
好，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细胞小组的聚会呢，你们可以把它转为圣诞分享会。那我们的组长呢，可以带着我们铁三角同工，我们的组员可以特别为了这个圣诞呢，来做一个创意的设计的分享，然后来邀请我们的 base 的来参加，并且提醒他们在圣诞节下个礼拜天的10点是圣诞庆典哈。好，所以呢，要麻烦我们的铁三角这个礼拜呢，来特别带我们的组员有这个圣诞的细胞小组的分享哈。好，另外呢，接下来的礼拜6呢，是我们的长职有一个圣诞的探访哈。好，接着，那12月的28号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年度的财务要关账日。所以在这个之前如果你奉献还没有奉献，你想要奉献，但是呢忘了，那你可以在这个12月的28号之前呢，来把它完成奉献。是的，该归给神的归给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祝福。在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感恩节吗？哇，感恩节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感动非常大。有一个姐妹她说我奉献1000块，然而神呢赐给我13000块。哇，他说这个投资报酬率还蛮高的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神要给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有福分，神给我们的是丰盛的，阿们。好，再来呢，我们的同工呢留意一下，就是要事工报告以及财务的决算表呢，我们一定要赶快交给我们的慧华干事我们在明年要来整理我们的和会的会员的手册哈，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按时来缴。好，另外呢，我们的新的领袖班的同工都毕业了，所以呢，开始要做迎宾的实习了哈。好，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后呢，有一个迎宾的训练哈，所以我们注意留意一下。另外呢，12月28号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新任的长职还有铁三角，我们要就任跟誓约。那所以我们看到名单上面如果有名单，我们都要来就任誓约，并且不能请假，因为你如果请假的话，以后礼拜天还要为你一个人再来一次的就任，所以请我们所有要就任同工的，你一定要就任哈。好 ，OK， 好，再来，好，我们周6呢马上要有一个圣诞庆典的总彩排。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按照时间来哈，我们大概都会接收到 LINE 的通知，那我们就按时间来参加。好，那今天呢是我们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呢，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是圣经公会呢，他们现在要翻译圣经。翻译圣经不是翻译成排湾族的语言啦、泰雅族的语言而已，现在要把它翻译成什么？手语。请问圣经翻译成手语要怎么样翻译？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家庭，我们新受洗的新家人有聋人朋友了呀，这是我们第一个家庭是聋人朋友。哇，那现在刚好普世那个圣经公会他们在推行要将圣经翻译成手语，也就是每一节的圣经都要有人用手语影片把它打出来。所以呢这个总共翻译要多久？40年，我们现在才开始。所以呢，台北中会呢跟圣经公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预备好了，然后呢，并且开始已经创世纪，然后现在已经慢慢做，这个翻译很不容易哦哈，所以完全是影片，所以要40年。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起跑，所以我们台北中会呢推动每一个教会能够来为这个手语圣经翻译的需要来奉献。所以呢在我们的后面有奉献袋，我们可以来拿奉献袋来奉献，为这个事工来支持他们，让这些聋人朋友、身障的朋友，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认识圣经。阿们吗？阿们，这是神给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福分哈。好，接着明天是乐龄营的圣诞 party 哦哈，所以乐龄我们邀请长者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从9点半开始。好，那央金呢在12月25号呢也有他们的圣诞节的活动，我们也欢迎来报名参加。好，那我们中央空调的冷气目前呢奉献是来到204万哈，
上帝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为爱神的教会所摆上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永光的我们的设立的协会呢，要召开2025年的会员大会，所以我们是会员的都要来参加哦，哈，要来参加。好，再来也为这一些大哥，还有民族忘交，还有玉蕊姐，然后为他们来祷告。好，接下来有没有新的朋友在你的旁边？呀，好，你旁边如果是新人，你掌声鼓励他说：“欢迎你，下个礼拜要再看到你。”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有上个礼拜受洗，然后归入到永光教，我们都热烈的来欢迎他们。好心情，你爱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把你的爱分赐出去。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到这个环境，每天高兴。我们来向我们的领袖班的毕业班给他们说：我们爱你。像有赚来，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欢乐都欢喜，每天好心情，喜乐要充满你，欢乐都欢喜，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大能的扶持你们，让你们天天经历他的同在，并且圣灵引导你们听他的声音，明白他的心意，走在他的道上。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跟你的家，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下个礼拜10点见。好，我们大家请坐。我们可以跟领袖班的毕业生来拍照。那我们的协会的会员，请我们留下来。上帝祝